来关心一个车祸，早起这个新德县德东镇发生一件校车去弄护栏的严重的车祸，车顶学生加这个司机总共40个人，其中有8人受伤，加在意识拢清楚。经了解，这个驾驶自称讲当时人无爽快，才会赛车失控造成车祸。学生事后拢无啥要紧，已经分辨的这个带转去厝甲学校，校方表示讲后盖会检讨甲改进。 后车车头严重毁损，玻璃全部拢破甲脆糊糊，就连爸爸嘛毋知影飞去倒位。规台车是卡入要护栏，尖峰时段车是踏，人员伫现场指挥交通，警方无用清查后车顶管，感觉有伤患，当时记录车祸现场。原来无偌久之前，后车当着路口无等管嘛无减速，竟然直接去冲撞桥头，造成8人受伤。大沙。 有人受伤吗？有啊，然后好像，有好几个都，我有看到脸有流血，都流血，有几个啦。哦，对，因为他那时候对。代志在发生伫今日早起7点半左右，新德的德东镇。 德东高中的校车顶管载40个学生，车拄了600快速道路，当准备行北行路二段。司机敢若是食高血压药啊，佮冻着感冒，身体无爽快，甚至伫路边搁那边用手动啊，佮拍伫旱道路。学生啊有主动关心司机的状况，也毋过司机拢讲罢紧。小白到落交流道时，煞未负等管，无细力去下弄护栏。 车祸造成司机也有7个学生啊受伤，好在在意识清楚，紧急送病院。他自己因为身体不适啊，导致他的这个超驾失控，那造成自撞护栏这样。实施酒测，发现他酒测值是0哈。 馆长是赶紧赶到病院关心学生，好在7个学生啊，送上病院了后，拢无啥要紧。学校嘛针对车祸积极检讨，后摇驾驶应该爱多评估家己的状况，身体若无爽快，就唔通赛车，较袂造成意外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